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中大甲一个21岁查囡仔，互伊妈妈关伫个房间底，活来咬死。这妈妈已经防受压，即摆佫传出讲，这个妈妈老早伫个查囝咬死的5天前，就发现查囝无反应，但是伊假做无代志，判尸体5天，一直到伊的爸爸。闻到臭味，弄破门，才发现查囝已经往生，赶紧来报警。讲迄个期间，这妈妈是甲查囝留落来的不满的2条钟毁掉，也就是要毁掉伊虐待查囝的证据。种种的行为，互人真愤怒。哪有这款的老母啊咧？台中大甲21岁姓陈的女子，互因老母长期苦毒甲死，一直到顶个月2个老爸报警，这件代志才来触破。也毋过，即摆阁听讲，涉嫌苦毒的老母，早在伫9月21就发现查囝伫房间内拢无反应，也毋过伊煞电星电5天久，一直到2个老爸闻到臭味，才发现查囝过身。老母甚至阁主动老爸报警，阁敢若想要毁掉查囝留落来悔过书，甲消透伊不满情绪的2条啊，想要暗藏家己虐待查囝的证据。中庭会闻到很臭的味道。都以为是有社区邻居弄堆肥，因为我们才知道说他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女儿。所以看过的是那个应该是老大，对。姐姐。姓陈的女子甲爸母大做伙，读大学的儿子大学校。女子自2012年封闭咧对高中休学，互因老母关伫咧5坪大的房间内底，而且窗仔门拢封掉咧。老母要求女子反省，教伊读册，规定逐工按表操课。若无达到标准，就会甲拍，甚至无要互伊物件食。若犯错，爱阁关便所写悔过书。因为老母伤过强势，因老爸甲阿姊拢唔敢加讲话。你妈这样子，你们怎么都没有去阻止她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方便解释太多。姓江的母亲23天前特别虐待大家，即摆阁甲查囝苦毒死。姓陈的女子红发现的时，身高无到105公分，体重也敢若剩30公斤，规身躯严重溜皮。这个老母何检方依照拘禁致死罪羁押禁见，老爸实力做被告10万块交保，专案搁咧继续侦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